台南市议员郭清华上午带着30-40位台南地区农会会员，每人头802的布条，手摕地检署起诉总干事的相片标语，伫安南区台南地区农会大门口来抗议。议员表示，因为不满台南地区农会去由少数人的势力来操控，日前农会总干事杨宪林因为涉嫌背信，被地检署来起诉。现在佫想要操作家己人来接班，认为相当的无公平。我相信咧吼，今仔日徛伫内底的员工咧吼，是敢怒咧吼，不敢言吼，敢怒不敢言，因为你有是安怎咧吼，农会总干事咧吼，即马去互地检署起诉，大家爱了解，社会爱足清楚。伊就是安怎念私吞员工的年底的绩效奖金，私吞内底员工的的绩效奖金。我相信咧即马伫内底的员工，大家心内拢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欢喜，就是讲伫因娘家40担伫农会。无人会当徛出来为因出声，所以今仔日清华徛伫遮，就是要为咱坐咱农会200外个员工咧来表示抗议，抗议啊！议员针对总干事的贪腐、搞人事的黑箱以及会员福利，20多年拢无提升顶。对此，农会秘书陈明清也回应，背信的部分。因为进入司法的程序，伫个法院还未判决进前，拢是无做。至于员工的考绩部分，因为奖金拢拍入去台账的拍销，才互地区农会预放比对60%降到0.03%。因为目前已经进入那个司法程序啊，那还没有宣判之前是无罪定论嘛，那一切就是等看法院的宣判怎样，我们再来处理啊。因为阮对80几年的预换比60几%，降到现在的0.03%，总共打消了大概50-60亿的预换比，逾期放款。然后而且我们还准备了5亿多的那个呆账准备，所以我们的农会是健全的，不是像他讲的说我们农会总干事跟员工领了很多绩效奖金，我们足足从87年到103年。102年都完全没有领绩效奖金，都把这个钱放在我们的呆账准备里面，所以是一直在健全农会，不像他讲的说我们都把农会都掏空了。因为总干事杨宪林将届龄退休，台南地区农会预定每年的2月15举行会员代表加小组长的选举，2月24选理监事。3月份由理监事会来推选理监事，甲着总干事的人选。目前知影总干事登记的双方拢有推派人马，相信到时竞争也是相当的激烈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